Hello， 大家好，我係 Kelvin 啊。呢排咧，我都收到唔少香港朋友私信咧，話十字門呢個地方二手樓咧，好似都幾有性價比喎。講緊咧就係有啲筍盤嘅話咧，就都幾平下㗎，百零萬㗎啦，200零萬㗎啦都有啦。今日咧就詳細同大家傾下呢個問題，究竟十字門買新樓好啊，定係買二手樓好？先講翻十字門呢個位置先啦，佢咧一定係珠海未來發展當中一個最有潛力嘅一個板塊啦。因為大家都知道珠海同澳門咧非常緊密嘅連接，其中咧十字門呢個位置咧就係充當住一個橋頭堡嘅位置啦。呢邊咧有啲類似於尖沙咀加中環嘅一個結合體啊。發展有會展啊、文旅啊、商業啊等等呢啲配套都喺晒喺度啦。再傾翻呢度嘅樓盤。首先講翻二手樓啦。二手樓咧，其實十字門嘅發展歷史唔係好耐啊。從09年開始，到而家嘅話咧，其實從14年開始咧，先有新盤開始開售。例如四季風景啊、時代中環廣場啊、半島啊呢啲樓盤啦，大概都係10年左右嘅樓齡啫。雖然咧佢樓齡唔算舊啊，但係咧都係我哋講翻係舊式嘅設計，唔係而家新一代嘅住宅。所以你睇翻咧啲舊樓咧，普遍咧佢哋有個問題就係乜嘢咧？就係第一，樓宇嘅密度啊，其實比較高嘅，一般嚟講咧都有40幾層。第二個咧就係以前嘅設計咧，一般都係走廊長啊，同埋公攤面積高啊，得房率低啊，而且一般都係做啲樹廳嘅設計啊，可能咧就冇而家橫廳咁舒服啊，等等呢啲設計。重點係咩咧？重點係一個比較我覺得係比較大難以接受嘅，就係佢嘅裝修啊，都係比較舊啲嘅。所以你買翻嚟嘅話，你要花不少嘅心思，同埋呢個咧銀碼咧，你去重新裝修，當然亦都有毛坯嘅，但係毛坯你搞翻裝修都係好麻煩嘅。相對比翻睇翻而家新樓就係乜嘢咧？而家十字門嘅新樓咧，基本上都係精裝拎翻入住啦，而且咧小區嘅嗰個配套配置嘅話咧，會升級咗非常多啊！例如講，如果大家中意改善嘅大戶型嘅話咧，有華發灣仔1號啦，係咪有超大型嘅會所啦，同埋成個小區內嘅話咧都做得好精緻，亦都有好多嗰個 AI 嘅玩法啊，用科技嘅玩法融入咗新樓住宅當中。細戶型嘅話咧，我哋有華發天聯嘅選擇啦，一線望澳門海景，精裝拎包入住啊！所以咧呢啲相對比之下咧，新樓嘅優勢咧都係大過二手樓非常多嘅，產品上面個升級。重點係睇翻價錢，好多人覺得筍咧係因為價錢嘅原因啊嘛。其實各位如果大家有認真研究過咧，你會發覺十字門嘅二手樓其實咧有部分樓盤係平過係貴過十字門嘅新樓啊。例如而家天聯嚟講啦，搞緊活動嘅2萬蚊左右，你就可以買到十字門嘅新樓啦，係咪對比翻二手樓平咗好多咧？所以咧買樓咧更加，我哋揀樓買樓咧係更加一種智慧啊，更加一種我哋講話選擇一個長遠睇嘅目標。所以咧一定要慎重去選擇，慎重去對比啊。揀十字門呢度嘅話咧，一定關注 Kelvin 帶你睇靚樓。